大家好，最近呢我比较忙，所以一直没有时间到这里来跟大家一起交流学习。然后呢，今天呢我主要是准备了一些词汇，是关于合同类型的词汇。这些词汇呢，估计以后大家会用到，或者会对大家有帮助。现在呢，我们就看一下这些词语主要是合同类型，常见的一些合同类型。我们这次呢，主要是学前第1个词到第15个词。然后我这边现在准备了这篇的那个词汇一共是30多个词，但是今天呢，我们主要是学前第1个词到第15个词。那现在我就带大家一起去学习。那我首先读一下那个我主要是读一下那个中文和英文。本来就是英文我也不是很好，而且呢，为了锻炼自己，然后我也必须读一下英文。我知道大家有很多人英文是很棒的，但还有一部分人现在还是希望能有一天我能会中文或者是英文。那现在是你的机会了，我就带大家一起去学看一看这些的词汇。那第一个词，甲方，party A， 乙方，party B， 我方，we side， we part， our side， our part， 贵方。在这里呢，第4个词呢，贵方你可以说你方或者您方都一样的your side， your part。第5个词，合同双方both parties of contact， 第6个词，合同单方unilateral contact。第7个词，单方合同。第7个词和第6个词意思是一样，主要是他们把前后放反了，就是那个第6个是合同在前面，第7个呢是合同后在后面，单方在前面，单方在后面，就是这个意思。然后大家不用把它那个大家不用看，就是简单的看见大家就知道就是一个意思。然后第8个，双方合同，第8个和第5个就是一个意思，只有把前后放不一样，就是大家可以自己看一下，合同双方和双方合同都是一样的。然后第8个不好意思，第9个，多方合同 multi-party contacts。 第10个，承包合同 contract agreement。 在这里呢，在第10个词呢，这个词呢，以后大家到某一个公司或者项目上的，大家可能会听到这个是 EPC 合同，或者是 EPC 那主要是 engineering procurement construction。 然后常见的是人家会使用那个 EPC， 就简称 EPC。 第11个，供电合同 electrical power supply contract。 electrical power supply contract。
第12个，工化合同，工化合同 ，material supply contract。material supply contract。第13个词，安装合同，安装合同 ，installation contract，installation contract。第14个，加工合同，加工合同 ，processing contract，processing contract。第15个词就是今天的最后一个词，买卖合同，买卖合同 ，purchase contract，purchase contract。那在这里呢，买卖合同，在这呢还有一个常见的是他们会是这样写的，可以是第16个的是购买合同。好，就是给大家写一下购买。不好意思，写错了。购买合同，或者是协议。刚才在这呢，我只是给大家讲的就是合同。那在实际上呢，大家可以见到或者是看到这个协议，其实呢，协议和合同是一个意思。但是协议呢，一般在工地上的话，大家不是很喜欢用，不是很常见。常见的是合同，协议。合同和协议呢，其实是一个意思。那今天呢，我们主要是学到第15个词，买卖合同。那下一节课呢，我们继续第17或者是16，就是我画的那个红色的那个贸易合同。那下一节课我们就继续第17个词到最后一个词。那今天呢，我们就到这里，谢谢大家。